感谢雅顺哦，咱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昨日就职演说，针对两华，伊是讲到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补隶属属。中国方面哦是真不满，前总统马英九今仔是呼吁赖清德应该爱修正新两国论，维持台海和平。也毋过哦，准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今仔是表示讲，坚持自由民主宪政的体制哦，是每一个政党拢应该爱接受的。那是讲甲即款讲法哦，看做是咧使人，嘛亲像是咧自我否定。早起赖清德佮萧美琴去银山的中历史来第二礼拜是无接受访问。新政府就任开工，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一透早的行程，就是前往圆山中历史向中立的殉职人员致敬祭拜，包含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担任陪同的人员。赖清德甲萧美琴透早也伫总统府接见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访问团，感谢巴拉圭的支持台湾。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，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，这份真挚的情谊，我们都感念在心。只是赖清德520就职演说，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，这个言论互中国丢卡断地。各台办批评赖清德是甲台独工作者的本性拢走出来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也拿前总统马英九日出席研讨会，认为安尼互两岸面对未使预测的风险甲挑战。我以曾经担任8年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，为台湾人民请命，呼吁赖清德总统要以台湾人的福祉为念，放下意识形态，修正昨天就职时公开宣示的新两国论。不要自误误国。马英九强调，甲对华展开对话，才会当互台海有真正和平的机会。不过，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认为讲，赖清德讲的话，外界分别有解读。不过，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体制是每一个政党都应该接受的。那甲这款表述看作是起诉空，好亲像是咧自我否定。也拿死的坚持是台湾的主流民意，表示死的坚持是真重要的起点。不过，善意未变，和平未变，对话也未变，政府会打稳这立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